陳沛良議員。多謝主席。都明白剛才嘅秘書長咧解釋就係話呢間公司嗰個回報唔係淨係睇佢嗰個收入啊各方面嘅嘢，因為好多係一啲無形嘅其他嗰啲邊際嘅貢獻啊回報。咁但係咧我都覺得始終呢間都係一間公司，都係政府投入嘅資金。咁所以咧，實質上雖然我唔需要佢賺錢啫，但係我都希望呢間公司佢嘅財政係個健康，同埋有一個財政紀律喺度嘅。如果唔係咧，就可能亦都係一個每年嘅營運開支咧，導致到佢入不敷支咧，都係一個不斷注資嘅無底深潭啊，係嘛？咁所以我都係比較希望知道，剛才如果話10年我哋至可以收支平衡嘅話，究竟要達到個金額幾多？佢嗰個顧問報告裏邊達到個金額幾多？呢間公司至會收支平衡呢？咁呢個係一個咩嘅數呢？咁樣，同埋呢一個係等於每年嘅營運開支係幾多？咁呢個其實我哋係都需要嘅。咁另外一個呢，就係話，而家咁樣睇呢，即係好可能呢5年後係一定要翻嚟再攞錢嘅啦，因為10年佢至收支平衡啊嘛。咁呢個5年後嗰個估算，佢係會呢間公司個赤字會係幾多呢？咁會唔會係都係一個我哋要預計將來立法會可能都要再喺呢度嘅注資嘅一個數呢？唔該，秘書長。係多謝議員嗰個問題啦。頭先講咧話，即係我哋顧問估算咧，即係依間公司10年內咧可以佢個營運開支係達到一個收支嘅平衡咧。我哋嗰個估算咧係建基於咧就係即係有依100億元嘅嚇。咁換言之咧就係如果佢譬如喺未來嗰個發展，其實我哋好想佢如果覺得有額外嘅一啲即係財務上嗰個要求咧，佢都要諗點樣去節省嗰個開支嘅咁樣。咁而另外你頭先關心嘅咧就係即係究竟呢一間公司咧，佢需唔需要再嚟一個即係第二次嘅注資啊咁樣？咁其實我哋都會同第時當呢間公司有咗行政總裁啦，我哋都會就住呢方面咧，都同佢會有個討論嘅。其實我哋期望咧，佢係善用呢100億元啦，做好首階段嘅發展。咁譬如次階段剩翻落嚟咧，嗰15公頃嘅地，咁啊點樣啊？我哋對佢個期望咧，就係希望咧佢係引入多啲嘅市場資金，用好嗰個即係公司型嘅模式。譬如好似頭先咁講會唔會帶嚟嗰個企業佢其實係自己係有資金，唔需要即係產業園公司去提供資金起嗰個上蓋嗰個即係產業嘅設施啊咁樣。多啲用一啲即係市場個資本咧，去吸引咧呢啲咁企業咧去落戶嘅。我哋相信咧，如果真係做到咁樣嘅話咧，呢一間即係公司咧，長遠嚟講咧係真係可以咧係做到咧嗰個收支平衡，而唔需要咧係長遠咧即係依賴咧就政府嗰個注資嘅。